而家好多香港朋友選擇喺中山居住養老，咁想喺中山安家，又怕往返奔波，人生地唔熟點算好呢？今日喺度，我哋唔單止講房，而且仲重點介紹我哋為港人專屬訂製嘅灣區港人置業安家攻略。我身後呢個項目位於中山市西區105國道博愛路翠景路交匯處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睇睇啦。知道點解咁多香港客戶選擇我哋嘅晉龍匯景灣嘛？因為開發商歸屬本土實力開發商，品質把控非常好啊，而且仲有超長嘅兌現口碑，收樓交付率高達97%，而且呢個小區超過20%都係我哋香港人住喺呢度，就好似翻到我哋熟悉嘅圈子。小區綠化率高達35%啊，打造專屬兒童天地、老年人健身設施、環形跑道、活力泳池、低密度舒適小區、全齡活力空間、園林式居住區。晉龍匯景灣不單止房子，更是一個擁有超高性價比同埋高品質嘅溫馨社區。好多香港朋友選擇喺度，就係因為物超所值啊！住喺我哋呢度咧，第一可以解決雙城嘅交通，中山西區新港榮利服務中心、永東世紀優活站均有多時段嘅中港直通巴士往返交通，真正實現家附近就可以接返香港啊！站點距離我哋項目最近嘅只有600米，手機 APP 訂票輕鬆直達香港，真正實現中港生活無縫銜接啦！仲響105國道、港珠公路、江中公路等接駁港珠城軌、港珠西線等交通路網，輕鬆直達大灣區，交通四通八達，超級便捷。由此可以享受廣州、深圳、佛山、珠海、江門、香港、澳門等多城嘅優質生活配套，仲可以解決我哋生活瑣事。小區周邊地處中山城區、市中心西區，衣食住行全部圍繞住我哋嘅項目周邊。娛樂消費方面呢，距離項目不超2公里範圍內有天悅城、興中廣場、村民步行街等中山特色商圈。我哋美食購物方面有麥德龍商超、大潤發超市、燕州菜市場、龍穗菜市場，車程僅需要10分鐘。遊玩出行方面，留下5分鐘就可以去到旗江公園，夜遊旗江散步，盡享中山寫意生活啦。我哋匯景灣生活圈全部都係幾分鐘範圍內，日住喺呢度等於擁有一個10分鐘嘅城心生活圈，5分鐘到達天悅城興中廣場購物，10分鐘去到中山三甲醫院、新中醫院，13分鐘直達金鐘湖收費站，經新中通道往返香港，超級便捷㗎。而家帶大家睇睇我哋嘅示範單位啦。而家我哋開發商針對香港人置業灣區安家，推出指定房源限時裝修升級標準，僅限2026年8月31號前，活動名額有限嘅。而家壓軸加推啦，小區性價比最高嘅3房4房單位，戶型涵蓋90方至到106方嘅3房4房單位。而家我哋睇嘅呢個係103方嘅3加1房，跟住我呢個鏡頭過嚟睇睇，從日文嗰度開始講。呢個係精裝驗房嘅，你可以做翻個兒童玩具房，亦都可以做翻個書房。嚟到呢邊係南北對流一個戶型，呢個餐台嘅位置係非常之方正嘅，啲光線都係非常之通透嘅喎。睇下呢個廚房啲位都係非常之骨緻嘅，有明窗嘅一個設計。睇翻我哋嘅一個客廳，方方正正，超級舒服嘅。開發商打通咗一個陽台，做咗一個全面開放嘅餐客一體嘅一個裝飾，望出嘅景觀係非常之靚嘅，成個戶型都係非常之方正同埋光猛嘅。呢個戶型係非常適合港人居住嘅。呢個係我哋休息區嚟嘅，呢個係一個公共嘅衛生間，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全部都係配送到俾你嘅。嗱，呢間係一間房間，係個兒童房嚟嘅，都係非常之方正同埋光猛嘅。呢邊呢間可以做翻我哋嘅父母房，都係非常之方正同埋光猛嘅喎。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呢邊，主人房都係非常之光猛嘅。啲飄窗嘅位置全部揼咗嘅，完全係贈送嘅。呢邊放到個2米嘅3邊落嘅床，唔成問題嘅。呢個做咗個到頂嘅一個衣櫃，其實佢係做咗個衣帽間嘅一個設計，隔通咗嘅，非常之有創意嘅。
而家睇嘅係90方嘅3房1衛重點升級嘅戶型，過嚟呢邊睇睇。嗱，入門呢個位置咧都係較負標準嚟嘅。嗱，呢個餐邊櫃咧都係做咗升級標準嚟嘅，非常之高端大氣嘅。睇翻我呢個客廳嘅位置，方方正正，非常之舒服嘅。陽台望住我哋城市嘅景觀，你亦都可以打通佢，做一個開放式嘅客廳。嗱，呢個電視櫃呢個都係做咗較負升級標準嚟嘅，針對我哋香港人嘅，都係非常之高端大氣嘅。睇翻我呢個廚房嘅位置。而家廚房呢幾件套咧都係較負標準嚟嘅，全部係贈送到俾你嘅。呢邊可以放翻我哋嘅雙門冰箱嘅位置。廚房呢邊仲有個生活陽台。而家睇睇我呢個休息區呢邊，嗱，呢個位置咧，開發商都係做咗升級標準嚟嘅。呢個位置揼咗做翻個收納櫃。呢間房都非常之光猛同埋通透嘅喎，方方正正嘅。呢個公共衛生間啲嘢所見即所得，都係較負標準嚟嘅。呢間房呢個衣櫃咧都係有嘅，都係較負標準。呢個兒童房嚟嘅，都係非常之光猛嘅。睇翻我啲主人房呢邊，我啲主人房呢個區域咧都係升級咗我呢個較標準。呢個係可以做翻個工作台同埋一個化妝區。但呢個床可以放翻1.8至2米嘅3邊落嘅床。呢個衣櫃到頂嘅都係較負標準嚟嘅。啲較負標準係全部升咗級嘅。而家我呢個重點升級標準已經係講完咗啦。眼見即為實，即買即收樓即出證。而家見到除咗搬得喐嘅，所有啲硬件都係升級嘅交配標準，完全可以解決我啲港人入住顧慮。如果係對呢種升級裝修品質有興趣，同埋對呢個地段有興趣嘅港人朋友，嗱嗱聲留言俾我，帶你實地睇樓啦！